法国最近有一场国际人形的机器人展览幕，30多间公司甲研究机构展现上新型的机器人，有应用伫医疗、应用伫救灾等无同款功能的机器人。那么做伙来看卖。 国际人形机器人顶有各种的机器人，互人看甲目睭花一花。有一寡机器人会当做表情，有一寡手镜头会当连卡叮当。伫法国南市举办的这场展览，有30多间企业甲研究机构展出上新研发的机器人，其中有真侪结合 AI 人工智慧，加强机器人甲人类互动，而且应用伫医疗、灾难应变，甚至是家庭的使用。 I think with the new AI methods that are now developed in that do image processes, language processing, we're going to see robots that are more and more interactive, that they can understand our instructions and then translate them into plans, actions. 法国洛林大学英瑞亚中心研究主任艾瓦尔蒂认为，受到去年驱动装置还有机械电子学的影响，和机器人研究成本降低。全球的新创公司导致开发机器人的数量增加，在结合 AI 甲工程学了后，进一步推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空间。和机器人会当为环境内底合适，做出决策，执行负责的任务。也毋过要和 AI 机器人会当完全自主的适应各种环境，佮有智能的限制。 naturally in real time able to respond to the environment, to the human, and act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like home. We're very far away from making robots fully autonomous to be able to interact with humans in such a way. 虽然如此，全球大型科技公司包括微软、谷歌、Meta、亚马逊等等，拢投入数十亿的美金研究 AI 机器人。根据创投公司 Excel 资料显示，如果到2024年年底，美国、欧洲甲以色列的 AI 甲云端公司的融资会达到792亿的美金。嘛，因为 AI 影响人类的生活经济，发新社嘛伫年底进前盘点今年改变全球的5名重要人物，其中就合作 AI 晶片教会回答执行长吴仁勋，130当前创立回答，我靠运算能力比传统比处理器悬真济 GPU 画图处理器这晶片技术，在科技业内底正做全球市值上悬的上市公司。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